来乡亲啊，今仔日是7月半爱普渡。若讲到台湾的中原普渡，一向拢有百家人、男好马之称。咱就来看这个婚林好马普渡有7大区，一透早是皇家拜道拜5000外道，因为猪肉起价，过去用100外只的猪来炖起来的肉山，今年剩3只，其他是改用鸡360只，嘛360只来炖这个肉山。另外，婚林北港拜财神的武德宫，今年人寄付的普渡的道声是创纪录，总共有8713道。普渡结束了后，有9成会捐予慈善机构来帮助弱势。出动10几个工作人员斗骹手，做一摆要将5000外地敬道摆好势，16个阁要将敬品摆就道，这工程就大路。咱讲北家人南好马，婚林好马7大普渡区一透早就皇家做准备，南区因为拢会有澎湃的肉山，也阁因为今年猪肉起价，过去会放上100只猪，今年敢若放3只，其他预算全部拢改去买猪肉甲鸭肉。鸡跟鸭也是肉啊，所以它还是3啊，所以应该是一样的。南区今年增加30外地敬道，道顶唔有只会甲啉的，也有10个囡仔利用的卫生品、行甲热，以及囡仔佚佗物啊，当然各界作业甲鉛笔嘛拢有。因为即马是工商社会啊，大家拢无用传贡品来摆，拢麻烦我拿传大铺啦。今年大铺部分就加袂少就出来。婚林好马7大区普渡，下晡时有冰雕堂欣赏，暗时有烟火和光雕表演。好马市区将会变身不夜城。另外，伫北港一间拜财神的宫庙是摆出着8713道普渡道破英国纪录。另外，包括着61000外斤的白米、7000外粒的馒头，也有6000外包的金子类。普渡了后，会有9成的竞品捐予慈善团体，帮助弱势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